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健康頻道。今日我哋要傾傾慢跑，睇下點解佢可能係最好嘅健身方法。首先，我哋要睇睇慢跑嘅好處。慢跑可以幫助你減輕體重，增強心肺功能，降低心臟病風險，提高免疫力同改善精神健康。據一個研究顯示，每跑步5小時以上嘅人，心臟病風險比唔做運動嘅人降低咗45%。加埋慢跑可以控制血糖同血壓，減少患上糖尿病同高血壓嘅風險。慢跑都係一種低成本、易於實行嘅運動方法。你唔需要任何特別嘅器材或場地，只需要一對好嘅跑鞋同一條安全嘅跑步路線。慢跑都可以適應唔同年齡同健康狀況嘅人。據研究顯示，慢跑可以幫助老年人減少跌倒同骨折嘅風險，同時都可以幫助年輕人減少壓力同焦慮。當然，慢跑都有啲壞處。如果你唔係用啱嘅姿勢同技巧跑，可能會引起啲傷害，例如膝蓋或腳部疼痛。加埋，如果你嘅身體狀況唔允許進行高強度嘅運動，慢跑可能唔啱你。攞一個例子，Tom 係一個36歲嘅上班族，佢每日工作8小時以上，好大部分時間都坐喺辦公室裏。佢開始覺得身體唔舒服，而且體重都開始增加。佢試過好多種健身方法，但係冇咩效果。最後，佢開始試下慢跑，每日放工後跑30分鐘。幾個月後，佢發現自己嘅體重減輕咗10磅，而且覺得有更多嘅活力同精神。加埋佢發現自己嘅心肺功能有所提高，而且更易入眠咗。總括而言，慢跑可能係最好嘅健身方法之一。佢可以幫助你減輕體重，增強心肺功能，降低心臟病風險，增強免疫力同改善精神健康。當然，你要注意正確嘅姿勢同技巧，同埋根據自己嘅身體狀況進行調整。如果你想揾一個簡單、有效、低成本嘅健身方法，慢跑可能係一個好嘅選擇。咁你仲等咩？換上你嘅跑鞋，開始跑步吧。